即摆大家咧防治武汉肺炎，嘛连带有防着流行感冒，因为这两种病毒传播的方式拢是烂手。根据着卫福部的资料，这个月2月份流感并发着重症的人数是最近5年来第一届比1月份较少超过8成。这嘛表示勤洗手、挂喙罨，确实会当来防止流感甲武汉肺炎。防武汉肺炎，较常洗手、挂喙罨，嘛甲流感病毒防治在外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今年1月份全国流感并发重症人数363个，2月份目前为止降到61个，这降幅是达到8成3，嘛是5冬来2月头一次加1月的人数。流感跟冠状病毒它的那个传染途径是一样的，就是飞沫传染跟接触传染。很多人都戴口罩，而且常常洗手。这样的话，就是顺便的流感的疫情就会有下降的趋势。医生嘛指出，回顾2003年SARS期间全民挂喙罨，嘛间接造成感冒人数下降，几乎是零病例的一个水准。说我们越积极的防疫，的确是可以减少重症甚至死亡率。中研院生理所检验研究员何美雄嘛表示，流感病例大大下降，表示民众落实的防疫拢是有效的。提醒5月进前拢是流感的疫情期，一旦得着流感，也是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并发症，甚至死亡。民众上好持续较接洗手、挂喙罨，防流感、防武汉肺炎，一举两得。